我们上供大典在3分钟之最无个先个日子啊吼，咱大家拜观音嘛吼，爱学习咱观世音菩萨的精神啊吼，爱关怀弱势吼，大家得到咱观世音菩萨的保庇啊吼，咱就爱记个观世音菩萨，甲咱讲的这个道理，啊伊所讲的这个佛道啊吼，咱拢爱遵守啊来实行。爱多关心弱势者的困难吼，爱去帮忙吼。我想人只要同心起念，种下因德，所以大家共同爱来学习观世音菩萨的精神，祝大家得到观世音菩萨的保佑，感谢大家。